耶和华收拾我一切大恩，我要用什么报答伊？我要捧起救恩的杯，求叫耶和华的名。我要伫伊众百姓的面前，对耶和华写我的愿。主基地里保持真敬拜，圣洁的主你甲阮同在，每一日你拢收拾高雅的开来，引带我行信心的山高，顺境阿拉。夜景阿拉，你安排阮当定着，袂袂差错。顺境阿拉，夜景阿拉，我欢喜顺当行天路。哈利路亚，阿门，哈利路亚，阿门。第六来好了，咱来主。主基地里保持真敬拜，圣洁的主你甲我同在，每一日你拢收拾高雅的开来，引带我行信心的山高。顺境阿拉，逆境阿拉，你爱把阮当听着，袂袂差错。顺境阿拉，逆境阿拉，我欢喜顺当行天路。咱大主基地里保持真敬拜，圣洁的主你甲我同在，每一日你拢收拾高雅的开来，引带我行信心的山高。顺境阿拉，逆境阿拉，你安排阮当定着，袂袂差错。顺境阿拉，逆境阿拉，我欢喜顺当行天路。咱大主基地里保持真敬拜，圣洁的主你甲我同在。每一日你拢收拾高雅的开来，引带我行信心的山高。顺境阿拉，逆境阿拉，你爱把阮当听着，袂袂差错。顺境阿拉，逆境阿拉，我欢喜顺当行天路。顺境阿拉，逆境阿拉，有人拜阮当听着，袂袂差错。顺境阿拉，逆境阿拉，我欢喜顺当行天路。顺境阿拉，逆境阿拉，你安排阮当听着，袂袂差错。顺境阿拉，逆境阿拉，我欢喜顺当行天路。哈利路亚，感谢我的天父，我感谢你，我来主你的性命，主啊，我来到主你的面前，就是要来感谢你，就是要来来主你，因为我知影主你的大能要来运行伫阮中教会当中。主你的圣灵要来伫阮每一人的心中，正做你的保惠师，正做你的器皿，正做你的器具。主我感谢你，了主你的名，将一切官兵拢归伫你的身上，献上阮的感谢甲祈祷，愿上帝来运行这圣灵，了主你，阿门。是啊，主啊，我要感谢你，因为你将原因带。
伫你的旨意内面，主啊，你是阮上好的朋友。主啊，无论伫顺境，无论伫逆境，主我们讲，主我们单单要照着你的旨意来行，跟对你的脚步。主啊，帮助阮，有时阮的信心无够额，总是主，你甲阮讲，你要担当阮所有的一切。是啊，主啊，阮的心肝常常喜乐平安，达到挂入艰苦的事，总是阮知，这是对阮袂有轻视，袂有放心交托主。总是主，你甲阮讲，你是阮至好的朋友，你担当阮的罪过甲烦恼。是啊，有你的同在，是阮真正上大的福气。我要将万项事拢交托予你。真好朋友就是耶稣，担当罪过甲烦恼，真正人有大大福气，万事拢通归头。最好朋友就是耶稣。就是耶稣，担当罪过甲烦恼，真正人有大大福气，万事拢通归头，心肝常常喜乐平。袂有轻视，袂有放心交托主，人在多着有问起嘞，也是心里大烦恼。常常是要将大项来祈祷，有朋友到这真重，甘愿替家万载好。我的。
济是忧伤的神。上帝啊，忧伤痛悔的心，你无要看轻。我毋知遐日即摆你是带着什么款的心情来到主的面前。伫过去的一礼拜，你可能有烦恼、有忧伤、有流目屎，总是听咱的主，伊拢知。伊要担当咱一切的罪，伊要将安慰、医治、赏赐予咱。咱有一个捆绑重担，有时咱感觉咱袂堪得主的疼，总是咱的主，伊看咱做宝贝，伊毋捌放下咱，便咱愿意来到伊的面前，将咱所有的伫基督内面交托。主伊的疼，要透放咱的心，安慰咱。无论死，无论活，还是坎坷开阔，拢无啥物会当将主的疼拆毁。伊要引带咱，保护咱，对一时直到永远。我的心忧伤痛悔，摇带搁行遐，细细捆绑重担，我要扛伫你的疼。主你听我做宝贝，毋捌放下我，予我永远踮你面前，毋免得着惊。我的心忧伤痛悔，摇带搁行遐，细细捆绑重担，我袂扛伫你的疼。主你听我做宝贝，毋捌放下我，予我永远踮你面前，毋免搁着惊。主你的疼，透放我的心，安慰我。无论死也活，坎坷也开阔，绝无啥物会当拆散。主你的疼，引带我的路，保护我，为他到永远。坚持无变化，绝无啥物会当拆散主你的疼。我的心忧伤痛悔，摇带搁行遐，细细捆绑重担，我袂扛伫你的疼。主你听我做宝贝。予我永远踮你面前，毋免搁着惊。主你的疼，透放我的心，安慰我。无论死也活，坎坷也开阔，绝无啥物会当拆散。主你的疼，引带我的路。保护我，引导到永远，全持无变化，绝无啥物会当拆散。主你的疼，透放我的心，安慰我。无论死也活，坎坷也开阔，绝无啥物会当拆散。主你的疼，引带我的路。到永远，全持无变化，绝无啥物会当拆散。主你的疼，透放我的心，安慰我。无论死也活，坎坷也开阔，
抓无啥物会当听线，主你的名，引带我的路，保护我，为达到永远，坚持无变化，抓无啥物会当听线，主你的名，为达到永远，坚持无变化。抓无啥物会当听线，主你的名。是啊，主感谢你，无啥物会当听线，你对阮的听，因为你对阮的听是永远无改变的。主你高价的恩典伫我每一天的内面，主啊，当阮愿意拍开阮的心，用心灵甲诚实来到主你的面前，奉耶稣基督的名求祷。主你讲，无论阮求什么，只要阮有信心，主你就会赏赐予阮。是啊，主啊，阮将阮的软弱，将阮的病痛，将阮的忧伤、痛悔，拢带到主你的面前。主愿你的平安、喜乐充满伫每一个追求你的人的当中。主感谢你，愿你伫阮当中得到喜乐，得到荣耀，得到尊重。祈祷奉靠求主耶稣的名。阿门。且献开圣诗284首，我心慕救主耶稣，我心慕救主耶稣，因为罪恶满满，心肝黑暗有犯罪，灵魂若死一半。要得清气的水泉，互我罪过洗清，是对基督的保护，得到赎罪成圣。请起立吟全首。
使徒圣经共心出声来告白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色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贝勒德林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这是咱做伙来祈祷。慈悲听世间人的上帝，感谢你拣选阮，成做你的囝儿，佮使阮恩赐会当服侍你。求你赐阮智慧，毋嘛找到家己恩赐的所在，佮会当有能力发挥，会当建造别人，互人得到利益。求你帮助所有信靠你的囝儿，毋但得救，佮要起来服侍你。伫教会会当彼此欣赏，彼此成全，互相弥补，互教会无破口，只有更较侪的感恩甲荣耀。求你互每一个基督徒会当完全发挥你所赐的恩赐，找到家己恩赐会当服侍的所在，用基督的疼接纳甲阮无共款的人，建立一个健康佮荣耀的教会。祈祷是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坐。这时，请掀开启应文34篇，伫圣诗的后壁面。启应文34篇，显着咱三角来启应。咱所听见的有一嘴神啊！因为伊伫伊的面前生长，亲像尖尖的影。伊无好形状，无威仪。伊受看轻，互人放杀。伊受看轻，亲像互人毋明毋看的一样。伊实在担当咱的忧闷，背咱的苦痛。总是为着咱的过失受伤。伊担当刑罚，咱得到平安。咱拢亲像羊迷路。伊受压迫，拄着艰苦，犹久无开喙。佮亲像羊伫正门的人的面前无出声。伊对压迫甲审判受处去。伊虽然无惊恐怖，喙也无有诡诈。伊放屎性命到死，伊也立伫罪犯的中间，总是担当侪人的罪，搁替罪犯祈祷。这时，请掀开圣经《列王纪上》17章第7节到16节。列王纪上17章第7节到16节，显着我来读。后来溪水干，因为迄个地方无雨水。耶和华的话临到伊讲：你起来，去到西顿的撒勒法，徛起伫遐，看，我已经命令迄所在一个酒馆人养饲你。第10节，伊就起来去撒勒法，到城门的时。
拄当有一个酒馆人，伫迄所在伫抾茶，伊利亚就对伊讲：“求你用器具舀淡薄水来互我啉。”伊去舀的时，伊利亚阁叫伊讲：“请你顺手摕淡薄饼来互我。”妇人人讲：“我去永远耶和华你的上帝来讲，我无一个饼，只有一把仔面粉伫桶里，甲淡薄油伫盘里。看啊，我抾2支茶，要转去为着我甲我的囝逼伊，阮通食伊才死。”伊利亚甲伊讲：“免惊，去啊，照你所讲的来行。总是大声甲我做一个碎的饼带来互我，然后为着你甲你的囝做医。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桶内面粉袂减少，盘内油袂了，到耶和华落雨伫地上的日。”妇人就去照伊利亚的话来行。妇人甲伊的家，甲伊利亚食侪日，桶内面粉无减，盘内油无了，拄照耶和华托伊利亚所讲的话。咱先经看到这，即时咱要请林牧师来证道，伊要证道的题目是面粉无减。稍等下吼，无要紧，先。因为我感觉敢若较悬。即位大家平安。我因为血路的循环无好吼，徛久骹会痛，所以较悬骹若痛的时，才用阮我坐落来安尼吼。今仔日的题目是面粉无减，面粉无减。即讲本来是伫2月初9要来咱遮讲的，结果迄天早起啊，临时迄个肠仔炎，一直走便所，哇！我紧敲电话甲郑首长就讲，安尼我可能无法度过啊。哇！伊讲啊，你临时甲我讲，我爱想办法。哇！感谢主，咱的长老真正真勇吼，伊讲伊临时请长老来讲道安尼啦吼，临时咱的长老就有法度起来台顶讲台遮讲道吼，感谢主的恩典。所以今仔日又愿要讲即讲吼，面粉无减。咱知影圣经有记载，以色列的亚哈王，伊娶外邦的女子，就是腓尼基的公主亚瑟别做王后。相时也引进这个外邦的神明，就是巴勒的神明。佮为着巴勒的神明起神庙，毋但伊家己离开上帝去拜巴勒，甚至也引带以色列百姓离开上帝去拜巴勒。恁知影巴勒是甚物款的神明？巴勒吼，对当时的人就是讲，互五国丰收、乐土兴旺的神明啦。所以伫农业的时代，伫迄个外邦因真济拜即个巴勒。所以即个巴勒的神明，就亲像咱台湾的什物神明？就亲像咱台湾的土地公。土地公就是讲，你拜伊吼，五国兴旺吼。五国丰收，乐土兴旺啦吼，所以咱的做事人吼，因嘛拢会拜土地公。因为即个代志啊，所以上帝大生气。这甲以前迄无共款。要试倒一个？哪一个哈？是这个哈，是这个哈。无甲。
对遮，对遮。哎，用唔对啊！哎，用录唔对，即嘛是安怎？哦，歹势啊，我袂晓用。奇怪，好，安尼，咱对来讲，因为迄个亚哈王离开上帝去拜偶像，所以上帝大生气，就找先知以利亚来责备即个亚哈王吼，甲伊讲你带百姓离开上帝去拜巴力，上帝大生气，所以。你今仔开始，我若无祈祷就无落雨哦。伊讲了就紧走去，因为伊若无走，就会叫亚哈王甲伊掠起来吼。上帝吩咐以利亚讲：你去秘伫迄个基立溪边，因为伫遐有溪水通啉。伊秘伫基立溪边，伊袂当出来呢。伊安怎生活？即个以利亚的故事，我想咱拢真熟吼。上帝安怎样养饲伊？有人知影无？上帝安怎养饲伊？后来，蚵仔安怎？加肉吼，加饼加肉，嘿，感谢主。上帝找蚵仔，逐工就加饼加肉来互食，哇，这足奇妙对无？较有迄种蚵仔会加饼加肉，互伊食，就是干那上帝有法度吩咐即个蚵仔做即个代志。但是呢，因为拢无落雨，所以即个溪水有一工煞干去啊，因为抗旱啦，吼，拢无落雨。但即个溪水干去，先知以利亚无法度搁秘伫即个基立溪啊，像即个咱即个世间。毋是干那基立溪会打去尔，世间的一切拢会消失。哦，你所爱的人，你所爱的即个金银财宝，你所爱的即个名声地位，有一天拢会消失去。那呢，咱伫即种的环境的中间，要安怎生活？今日咱要对以利亚的故事来学习，当基立溪打去的时，伊安怎生活？伊安怎经历着上帝的带领甲照顾？哦，系啊，我袂晓试啊，试毋对。哦，试即个吼。也是请恁甲我用好啦吼，因为我安尼用会晓恁甲我用吼。所以，伊安怎经历上帝的恩典？后一个，咱来看上帝的资源，上帝的资源。王上17章第8节到12节，亚哈王伊要杀以利亚，伊就秘伫迄个基立溪。当即摆基立溪打去啊，变作抗旱啊，无水啊，伊要安怎样来生活呢？列王纪上17章第8节到第9节记载，上主话临到以利亚讲：起来，去西顿的撒勒法，踮伫遐，我已经命令迄所在一个寡妇。供应你，这是我用迄个现代译本啦吼，现代的圣经译本拢用上主，啊若咱看迄个旧的圣经拢是用耶和华吼。啊，为什么耶和华伫即马新的圣经的翻译拢要甲改做上主呢？必有两个原因，头一个就是即个耶和华的翻译是错误的吼，伊原来正确的音是亚伟，吼，伫希伯来文是叫做亚伟，上帝名是亚伟啦吼，啊，但是因为翻译的错误，甲翻做耶和华吼，就是咱讲耶和华吼，耶和华这是错误的翻译，吼，正确的上帝名是亚伟。啊，第二个原因就是犹太人因咧读圣经，当因读到即个看到即个亚伟即个字的时，因并无读亚伟，因是甲读做阿多乃，阿多乃就是上主吼，因都较读做上主啦，亲像咱看到亚伟即个字是咱著较读做上主的意思吼，所以咱著照犹太人伊咧吼，就将耶和华拢甲读做上主吼，这是新翻译的圣经
会有即款的翻译吼，我特别甲咱分享。好，看下一张，下一张。哦，这是迄个以色列地图内面，我要互咱看的，就是讲伫即个顶面吼，北边才有一个黎巴嫩吼，黎巴嫩这是即摆现在伫迄个以色列的北边的一个国家。毋过，即个国家伫古早就是叫做腓尼基哦，腓尼基就是迄个亚瑟别即个王后的即个国家吼。啊，伊就是亚瑟别，就是对腓尼基即个所在来到伫以色列做王后。啊，即个腓尼基伊有一个真大的城市，就是西顿，就是西顿。啊，咱看见上帝找先知以利亚去到伫即个西顿的撒勒法吼。啊，即个西顿当然迄个所在就是拜偶像的所在，拜巴力的所在。虽然是拜巴力的所在，上帝吩咐以利亚去，伊就去啊！吼。下一章，即个西顿是一个大城市，毋过伊有一个小小的乡村，就是撒勒法吼，就是撒勒法。所以以利亚是去到撒勒法，他亲像咱高雄是一个大都市，毋过你若去到六区。去到那马夏，迄是毋是足偏僻吼？一个小所在安尼意思吼。啊，伊去到撒勒法，伫门口就拄着即个寡妇啊吼。即个寡妇拄咧抾茶，因为伊准备讲要来做一个饼，因为伊只有剩一点仔米粉、一点仔油，伊准备要来做一个饼来食吼。啊，就要来圣经讲伊要等死啊，吼，都无通食就对啦吼。啊，所以即个以利亚就甲伊讲啊吼，讲啊你迄个做一个饼互我食安尼啦吼，因为伊去到遐嘛足了。啊，咱看见即个圣经啊，妇人人讲我基因我的上主，你的上帝咒诅，我连一块饼拢无，桶仔内只有一杯仔米粉，房内嘛只有一撮仔油，你看。我抾2支茶要倒去，为着我甲我的囝做饼，食了就要等死安尼。咱看见，即个妇人人是一个丧养的妇人人，啊，毋是好野的妇人人。吼，伊若讲好野的妇人人，伊阁会当供应以利亚的生活。竟然上帝叫伊来挖苦一个丧养的妇人人，伊家己就咧等死的人吼，因为伊只有一点仔米粉，一点仔油。伊按算讲做一块饼，伊甲伊的囝食了，就等死安尼。咱看见这是何等大的挑战！即个寡妇就亲像人咧讲泥菩萨过江吼，安怎？自身难保吼，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吼。伊家己都袂活吼，啊要安怎来勇气以利亚？上帝到底有甚款的安排？兄弟姊妹，当咱拄着困境的时，虽然对人来看是无出路，但是咱爱相信上帝，上帝有办法，上帝有伊看袂见的资源哈。因为咱的目睭只有看到这个世界尔，咱看袂到迄个属灵的世界。下一章，这是本人约翰所写的一本天路历程的属灵的册，真好的册哈。咱会当来看这本天路历程，真好的属灵的册。伫这个内面，伊有描写一个基督徒，伊咧行天路，伊会经过真济的艰难困苦，就是咧表示讲，咱基督徒咧行天路，一定会拄着艰难困苦。毋过上帝拢一直带领伊。有一天，伊看见伊的路途头前有一只狮伫迄个所在，伊真惊吓。伊想着迄个牧师甲伊讲，你若拄着困难的时，你爱紧跪落来祈祷，伊就随时跪落来祈祷。讲上帝啊，头前一只狮，我非常的惊吓。上帝啊，你帮助我，互我会通平安来经过。伊祈祷了后，就听到一个声甲伊讲，即只狮我已经甲伊连起来，用铁链甲伊连起来，你毋免惊，你勇敢向前行。伊知影这是上帝甲伊的启示，所以伊就相信上帝
甲伊同在，伊就勇敢甲行过。果然，迄只狮亲像去互铁链链条咧，拢无法度震动。遐尼即个上帝有咱看袂到的即个资源，吼，总是即个资源，只有对上帝有信心的人才看会到。下一章。第二点，上帝的方法，上帝的方法，17章13节到14节。先知以利亚听见寡妇的话，伊的反应怎样？伊无失望，伊反转对寡妇讲免惊，你去，照你所讲的去做。毋过大声做一个饼，互我食，然后为着你甲你的囝做饼，因为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桶内的面粉未减少，房内油未了，直到上主落雨迄日。遐即个，为什么以利亚相信即个寡妇，伊的面粉拢未减少，伊的油嘛拢用未完呢？为什么？因为上帝已经吩咐伊讲，你来倚靠即个妇人人，所以伊相信上帝的话，伊相信。伊的面粉一定袂减少，伊的油嘛一定用袂完。即个妇人人听到以利亚讲即个话，伊的反应安怎样？如果是一般的人，若是你听到以利亚安尼讲啊，你做一个饼互我食，啊，你的油，你的饼，你的面粉拢袂减啦，你的油拢用袂完啦。我想一般的人会认为讲，即个以利亚是诈骗集团，对无？哦，你叫我做一块饼互你食，我若真正做互你食，啊，你饼食了，若啥物代志拢无发生安怎？啊，我著死路一条啊，对毋对？哦，讲遐有诶无诶，吼，我想一般人会安尼啦，吼，即摆诈骗集团足济，咱拢足惊诶哈。但是咱看见即个妇人人，伊甲以利亚共款，对上帝有信心，哦，因为伊相信以利亚诶话。伊相信伊的面粉袂减少，伊的油嘛用袂了，所以伊好胆将即个一束仔的面粉甲油做饼，互以利亚。对一个外邦的对一个外邦拜神明、拜巴力的一个妇人人，伊竟然会相信以利亚的话，竟然会相信上帝的话，这对咱来讲真正是无法度相信的，对毋对？令人难以置信啦！吼，伊为什么有法度安尼就相信先知以利亚的话？事实上，即个寡妇伊一定发现着讲，先知以利亚甲因迄巴力的先知的气质拢无共。即个先知的气质真特别，而且呢，以利亚一定有甲伊讲，伊本来是秘密基入去，上帝逐工找蚵仔、夹饼、夹肉来养饲我。哦，上帝若有法度。逐工夹饼、夹肉来养饲伊，安尼上帝嘛一定会互我的面粉袂减少，吼，即个油用袂了。因为安尼，所以即个寡妇伊相信以利亚的话，相信上帝的话。还有即个，当咱拄着困难的时，有时上帝要帮助咱，总是咱的信心无够，只有想要用家己的方法来解决。结果是愈变愈惨，愈变愈惨。咱若要用家己的方法，就是愈变愈惨。人讲把事情搞砸了啦，拢搞砸了。下一章，圣经都有一个故事，就是亚伯拉罕的故事了哈。亚伯拉罕伫75岁时，上帝呼召伊，讲你著爱离开你的本家本族，到我爱你去的所在。亚伯拉罕就服从上帝。就离开迄个本家本族，因为上帝甲伊讲，我要赐福你，你的福会要亲像天顶的星、海边的沙较济。哦，全世界可能干那亚伯拉罕有即个祝福尔哈。哦，子孙亲像天顶的星、海边的沙较济，迄都算袂完啊啦哈。但是到经过10年，伊85岁时，亚伯拉罕有囝无？敢有无啊？85岁无囝啊！所以经过10年啊，85岁无囝，伊的夫人人75岁啊，所以伊的夫人人就甲伊讲，我已经75岁，
你85岁，我已经听经啊，我根本未生啊，上帝的祝福根本就是凊彩讲讲咧，你知无？上帝咧甲你讲笑，你毋通甲当作真诶。你即马有一个方法会当得到囝，就是你爱教我的女婢夏甲，甲伊同房来得到一个囝。古早会当娶足一某嘛，甲伊的女婢会甲娶，等于甲娶做婿姨就对了。你教我，你娶伊做婿姨对伊得到一个囝嘛是咱的囝，共款啊。所以我即个方法上好，你毋能够等上帝啊，上帝凊彩讲讲啦，也无影经过10年啊，嘛无互你一个囝所以伊就甲伊的女婢即个夏甲同房，真正夏甲就生一个囝，就甲伊号名叫以实玛利即个夏甲得到囝了安怎？就大尾起来，伊讲好，你看，我为着我的主人生一个囝，我的女主人撒拉也未生，伊就看紧伊，你也未生，古早若会生，就足大个咧，就是头咧你看迄个清朝的迄个戏剧遐个王妃若会生拢做足悬的咧若未生拢拍去边仔去。所以即个夏甲，伊阵仔看紧伊的女主人，阵仔对伊无好，阵仔无爱听伊的话，哇，安尼这就麻烦引起家庭革命夏甲甲撒拉两个闹甲真严重。迄个时阵，亚伯拉罕就看着讲，安尼袂使，规个家庭乱糟糟，所以伊最后决定讲，若安尼，只好夏甲爱带囡仔离开这个家庭，因为撒拉才是伊的某，所以伊疼撒拉，伊讲安尼，夏甲你带囝离开。下一章。这是迄个耶路撒冷的金元鼎寺啦。为什么互咱看这张？这就是迄个穆斯林的清真寺咱有人去过以色列无？有介好。我感觉基督徒两个阿公带阿孙去以色列我感觉咱基督徒一生爱有一届去以色列，是去创啥？毋是去观光，是去朝圣朝圣。因为你去以色列，你会当看到耶稣所行过的所在，耶稣的故事拢发生伫即个以色列。耶稣的出世伫伯利恒，耶稣定伫各各他的即个山顶，佫耶稣的空墓今仔日还佫伫耶路撒冷，所以你都会当看到。为什么我要互咱看即张？因为即个金元鼎寺我想注意张都已经应该有去啦。你毋知有甲注意无？即个金元鼎寺内面放啥物？即内面有啥物物件？我甲恁讲，即内面无啥物物件，真奇怪即内面竟然敢若一块真大地的石盘，迄个金元鼎寺比咱礼拜堂搁较大一丝嘛无介大啦，毋过伊足水比咱礼拜堂较大一丝毋过伊内底就是一个真大地的石盘。迄个石盘头路像咱室内遐大，即个石盘，边仔佫有空位安尼啦奇怪，我想讲，遮尔水的即个金元鼎寺，内底起来敢若一块足大地的石盘。原来伫迄个可兰经内面记载讲，即个石盘就是亚伯拉罕献以实玛利的所在。所以你看以色列人毋是以色列人，阿拉伯人因真尊敬即个亚伯拉罕甲以实玛利因为以实玛利就是因的祖先，你知无以实玛利就是迄个阿拉伯人的祖先所以无怪因真尊敬亚伯拉罕甲以实玛利。所以这个所在是亚伯拉罕献以实玛利的所在，这是一个圣地因为可兰经咧记载其实甲咱圣经内面创世纪的一个故事啥物会足共啊？恁有印象无？亚伯拉罕献啥物人？亚伯拉罕献啥物人啊？献啥物人互上帝？献以撒啦，对无？有无？亚伯拉罕献以撒互上帝，因为上帝讲你爱献以撒互我，
上帝是要试验伊的信心嘛吼，伊就听上帝的话，真正甲以撒，就是即个所在啦，带去即个所在，要献互上帝吼。但是当伊要杀以撒的时，上帝就阻止，上帝为着伊备办一只羊羔，讲我也是试验你的信心，你毋通杀即个囡仔，你即摆杀即只羊羔来献互我，这是上帝试验亚伯拉罕的信心。所以咱讲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信心之父，因为伊的信心有够大。上帝爱伊献以撒，伊就真正献以撒。迄阵的迄个献祭，毋是像咱即摆咧，毋是像我献我的囝，互上帝，互伊去做传道，毋是安尼咧。迄阵的献祭，就是你真正爱甲杀互死。因为古早吼，真正有迄个献家己的囝的即款的献祭有啦吼。迄是咧表达讲伊对生命的迄种的迄个，要安怎讲？对生命的尊敬啊吼。所以有个人就是真正将伊的囝献互上帝，献互生命吼，毋是献互，因为咱的宗教无安尼啦吼。所以这是一个试验吼。我来讲，你甲即个故事吼，到底迄个可兰经可兰经拢真正抄圣经，敢若甲以撒改做以实玛利啊！你甲即个圣经安尼甲以撒改做以实玛利吼，就是可兰经所记载啦吼，讲亚伯拉罕献以实玛利哈，这嘛真趣味竟然抄圣经甲迄名改一下啦，因为伊无可能写亚伯拉罕献以撒嘛，以撒改若无关，以撒是以色列人的祖先，以实玛利才是阮的祖先，所以变做亚伯拉罕献以实玛利，这是纯粹伫遮甲咱讲迄个讲到即个以实玛利，纯粹甲咱讲即个故事啦。好，下一章，第3点是上帝的照顾，上帝的照顾。17章15节到16节，下一章，妇人人就照以利亚的话做。以利亚妇人人以及伊厝内的人食真侪日，拄照上主通过以利亚所讲的，桶内的面粉无了，房内油无减。寡妇照先知以利亚的话去做一个饼互以利亚，果然新价就发生。因为安怎？伊桶内的面粉拢无了。房内油嘛无减，就是讲伊本来只有一点仔面粉尔，倒起来嘛是搁一点仔面粉，搁倒起来嘛搁一点仔面粉吼，油嘛是共款，一点仔油倒起来搁一点仔油，拢倒袂完吼，油嘛是拢个面粉嘛是用袂完吼。咱毋知影为什么会即种代志发生，但是咱知影这就是上帝咧惊新约，因为以利亚甲寡妇因两个人的信心。这个新约才产生，对不对？我问你，如果若是只有以利亚有信心，寡妇无信心，这个新约会产生未？这个新约会产生未？未产生，因为寡妇若无信心，伊若毋肯做饼互以利亚食，就无啊啦吼，什么拢无啊，就是真正即块饼食了就等死啊呢吼。所以咱看去是以利亚的信心，甲即个寡妇的信心。合作起来，这个新约才会产生。所以咱伫生活中间，也是咱伫教会内面咯。有时敢若一个人的信心袂当成就什么代志，有时就是爱搁较侪人的信心，才会当成就搁较大的事。亲像咱教会咧建堂嘛共款，假使敢若牧师有信心，也是敢若长职有信心，会友拢无信心，我想这个建堂真困难。但是感谢主，咱看咱的建堂。牧师有信心，长职有信心，会友嘛有信心，所以咱拢同心合力，为着建堂来努力，为着建堂来奉献，新约就产生，咱的建堂就完成。遮尔水的这个新的教堂，会通奉献给上帝，感谢主的恩典。下一章，新约就发生啊啦面粉拢无减，油拢无了。下一章，
倒边这个叫做海伦凯勒哈，正边这个叫做安妮沙利文。海伦凯勒是美国真出名的教育家，伊是摕到博士的哦。但是你敢知？伊细汉的时，因为破病，真细汉的时就破病，破病了呢，则变痴迷，嘛听袂着，嘛会教，吼。所以伊的父母当然会烦恼。不过伊的父母真有信心，伊的父母逐工带即个囡仔祈祷，吼，求上帝为着即个囡仔来安排伊头前的道路，吼。即个海伦凯勒也因为父母的信心，伊家己也有真强的信心，相信上帝会引带伊头前的道路。所以上帝给伊安排一个上介好的即个老师，哦，迄个。在手边，这个安妮沙利文就是伊的老师，来教这个海伦凯勒。因为海伦凯勒这款的囡仔，一般的人无法度教。你讲话伊听袂着呢，你写字伊看无了，你要哪甲教？你真正足头疼，毋知要哪教呢？你看这张相片哦，海伦凯勒咧望因老师的这个喙唇。迄是老师甲伊讲，你望我的喙唇，迄是咧教伊发音。你看要教伊发音，就爱望伊的喙唇，因为譬如讲，我要发一个咪吼咪，就是迄喙大声合的，然后甲拍开吼。所以你看要教一个发音就较困难吼。伊就看伊的喙唇安怎变化，海伦凯勒的对安尼变化，吼，要学一个发音就较困难吼。所以，这个安妮沙利文老师是真有耐性。吼，一般的人要教这种囡仔，一定无这种耐性。所以，上帝安排这个沙利文老师，伊有信心，上帝一定会互这个囡仔成做一个真优秀的囡仔。海伦凯勒同款有这个信心，因为因两个人的信心，所以海伦凯勒后来成做一个真优秀的女子。甚至摕到博士学位，无简单哦。咱一般的人要摕博士学位，就足困难。何况即款的残障的人啦，吼，看无，听无，也袂讲话，哦，摕到即个教育博士。海伦凯勒吼，有一届伊讲，其实我嘛捌怨叹啦，讲吼，我安尼看无、听无，也袂讲话。毋过当我知影讲，有的人无骹，有的人无手。哦，我就感谢上帝，因为我是好脚好手的人呢。感谢主哈，我好脚好手啊！你看，这款的信心啊，就是帮助伊会通个站起来哈。现即个咱的人生，拢有无共款的这个艰难困苦，要紧的就是咱要有信心倚靠上帝，相信上帝会照顾咱每一天。咱毋知影米粉当时的用完，还是油当时的用了，但是。咱爱相信上帝的恩典教育咱用，只要倚靠上帝的恩典，咱就永远拢无欠缺。下一章，日本人真爱这个不倒翁吼，不倒翁，尤其是选举的时，每一个候选人的总部拢会采一只这个不倒翁吼，写两字吼，必胜吼，必胜。因为这个不倒翁就是讲，你安怎样甲摇，你安怎样甲弄。摇来摇去，摇来摇，最后伊拢会徛在，对吧？最后伊拢会徛在，表示讲，这个候选人最后伊拢会徛在，最后伊拢会胜利。吼，伊是一个胜利者。当然，咱知影，毋是所有的人拢胜利者吼，那所有的候选人拢胜利者，安尼是要安怎选吼？所以，我要讲，只有一个信靠上帝的人，才是真正的不倒翁。只有一个信靠上帝的人，伫任何的环境的打击的中间，伊拢会通永远徛在，伊拢会通成做一个胜利者。咱同心来祈祷。哈利路亚，阿罗主，感谢主，慈悲疼痛的上帝，感谢你引带阮伫今仔日来教会敬拜主，阿罗主，领受主上帝对天顶赏赐予阮的平安甲福气。感谢上帝赏赐耶稣基督做阮人类的救主。互阮罪人因信称义，得到永远的活命。求主帮助阮，
互阮无论伫什物款的环境，拄着任何的艰难、困苦，阮拢会通专心信靠上帝。阮就要有上帝的信者显现伫阮的生命中间，互阮倚靠主，成做一个胜利者。阮安尼祈祷，感恩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感谢主哦！我徛到尾，我无按算讲我会当徛到尾，我想讲我会脚疼，因为我平常时也无法度徛遐久啦哈。感谢主。毋过即摆说我脚咧麻。这是咱吟回应诗，圣诗474首。明日只有信靠主，明日只有信靠主，艰苦中也信靠主。虽然我的心真浅，信靠主就得稳定，时时刻刻信靠主，日子快过就靠主。无论社事在包围，信靠主就得运辉。请起立吟全首。请坐，请兄姐摕出手中的酒报，这是我的报告。顶酒聚会，主日礼拜67人，奉献5420；主日2 17人，奉献510块；拜妇女团契11人，拜3基督会20人，拜6青少年团契8人，拜6少年团契8人。下主日时间分配。讲道林兆成牧师，诗会黄明勇长老，司琴柯玉昭长老，东德黄定秀长老，李敏秀执事，敬拜第一组，主日2第一组，
引导播李崇胜兄弟、张博伟同学交代李佩珊、陈连如姊妹，交通组是刘水丢了甲小兰兄弟。下周就间时间分配，拜妇女团契主理敬拜李佩珊姊妹，地点是教会1楼。拜萨祈祷会主理黄静华姊妹、苏琴、刘美照姊妹，带来的家庭是李国清兄弟。拜是探访家庭是黄金华姊妹，轮值探访黄明勇长老、科玉赵长老。拜六青少年团契桌游时间，拜六少年团契主理刘水长老，圣经约伯记42章第10节到17节，题目信心的深度。本周金句记伫列王纪上17章第16节。台语、华语，咱做伙来读。桶内面粉无减，饭内油无了，拄照亚花托伊利亚所讲的话。坛内的面果没有用尽，瓶里的油也不短缺，正如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话。咱看教会消息，第一点，本会定伫6月1号要举行洗礼甲圣礼典。接纳小儿洗礼、成人洗礼、健信礼，报名健信礼也是成人洗礼的，需要接受基督基要真理课程，总共4节课。即日起开始接受报名，到5月2日截止。请第2长老黄志强长老报名，以便安排上课时间。第2点，教会清洁人员4月份起正式由麦雅辉甲由丽春2位姊妹清扫教会。第3点，中执会通过邀请李崇胜兄弟管理教会1楼、2楼影响组长，属伫总务部。第4点，本会各团契且要使用教会厨房，使用后会记得清洗有清气，将碗盘放转去原本的所在，保持厨房的整洁清气。本会已经装好冷水的设备甲后污水，兄弟若需要后污水，会当家己准备桶仔到教会1楼厨房底水。第6点，各用市政府卫生局专案补助人文区的居民全人健康照护的检查，细部低剂量电脑断层扫描，50到74岁。B 型肝炎、C 型肝炎抽血检查是30到44岁，有符合资格完全免费，到今年6月底。请有需要的兄弟自行前往病院检查。第7点，会助你正道。圣经是哥林多前书第2章第1节到第2节，11章第1节，题目是效法基督。特别我补充报告。青年团契要制作母亲节影片，请各位妈妈阿嬷提供恁第一少年的时阵的相片，第2是拄仔当做妈妈的时阵的相片，第3是即马的相片，传一张到迄个群组的相簿。恁若是有纸本的，若是有写出来袂晓传的，会当交互玉洁甲嘉恩。OK， 然后时间是到5月初4。OK， 即是咱内底的事项8一到礼拜，请为兄弟为下骹的事项守望代祷。即是我来报告奉献。敢阮的现金有9个人，金额是13500。为着建堂，现金有3个人，金额是8000。为水利盒现金是1个人，金额320。奉献的总价是21820，请去你吟奉献诗。
大家请坐。各位兄弟大家平安。这个时阵吼，我来介绍咱今日的几位来宾吼，因参加伫咱教会今日的咱的主日礼拜吼。但是我先来介绍咧，这个是单向的牧师所介绍吼。伊较早伊就是伫大树教会吼，伫大树教会咧做礼拜。今日真欢迎伊来到咱的教会。甲咱来参加敬拜咱的上帝，就是吴英志兄弟。咱拍拍甲欢迎一下，欢迎你，欢迎你，好，一个祝福你。搁有就是咱就是伫较早林门教会吼，我做青年时阵，甲咱教林门教会吼，拢有即个青年有真济活动交流吼。这我差不多伫30-40年前啦吼，阮拢伫林门教会做青年时阵，阮拢有伫遐办活动，我嘛拢有小捌啦吼。伊是林门教会出身，即摆听讲是伫新恒教会咧做礼拜吼，就是何进宏夫妇，咱起立，咱来拍鼓欢迎一下，感谢你。好，等一下做礼拜线吼，等一下做礼拜线，咱有新朋友，新兄弟姊妹，咱毋忘咱甲伊请安问好，互伊感受到咱教会兄弟姊妹的热情温暖，好毋好？好，感谢咱以上报告。永华这老兄弟啊，吼，来，好，现介绍一下你们教会永华兄弟来感谢你参与伫阮中教会今日礼拜，好。这是咱来吟上咏圣诗511首，阿乐上帝至权至尊。造化的主，万福原本，天顶圣祭，天下万民，永远阿乐白囝圣神，请起立，吟诗线请牧师祝祷。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快乐，甲恁众人三合同在。愿圣父、圣子、圣神三位一体上帝看顾恁、赐福恁，对这事就到永世代无尽。阿门。